黑起司优，今年11岁，泡美丽烟，用银国小两天分假，高铁暑假，也就是5年生日了。也嘅兴趣是打棒球，还有同阿妹做食料理，也下也还有参加客家儿童合唱团哦。也当感谢我家人，同我下水嘅时节就同我讲客家话。幼稚园大班嘅时节，也有上过客家天师啦啦哩哩嘅节目。前年也还通过汉语初级能力测验嘅考试，这下还欢喜啦！也经常会同阿爸共下看客家电视嘅节目，其中也知道最神奇嘅就是下48点钟，因为一只节目嘅关卡设计到当上期，又当贴配，故说硬三位想要报名参加留言，也知道也同100个40个嘅目标用，因为也当好同阿妹煮饭，也去拿手嘅料理係咖喱嘅飯，首先我先撈馬鈴薯、雞肉、太葱頭切好來，再撈雞豆放到鍋裏度煮10分鐘，過來再加咖喱粉入去煮5分鐘，等煮好嘅時間，落看啊，記得用鹽刀炝下無，假使冇嘅話，就做嚟拿來食咧。下禮拜有鹹嘅話，牙片也煮飯要食咯。千萬不要同大家表揚嘅係特殊嘅層層驚喜。1、2、2、1，行起1、2、3、3、2、1、2、1，行起1、2、3、4、4、3、2、3、2、1、2、1，行起1、2、3、4、5、4、3、2、1、4、3、2、3、2、1、2、1，行起什麼？大家按姿勢，也係起手，上來了。